我马上侪去拿成绩本子。你上趟吃4份的了5份。今朝单供2个人秀色可餐，4个人当中我有3个人来吃呢，那个朋友已经不吃手了，肌肉男。我们都是因为那个书香阁的一碗面呀，一段孽缘。一段孽缘啊，剪进去啊这句话，一段孽缘，这个人是一点点都不能搭上你就像狗皮膏一样，怎么也甩不掉。对。后来是我也不看直播的，都是人家告诉我的。他又在讲你深更半夜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睡觉的，深更半夜。他一直说自己是公务员，我看不像呀。那天看那个视频，把你微信公布出来，我笑死了！我跟你讲，不要太高兴了。我心里想你肯定笑死。而且还有很多人买了我的系统米，他以为公布了我的隐私，其实我的首页上面就有我的联系方式。我们做代购的，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的联系方式。他是属于那种幻想狂晚期类，在那帅哥面前要装斯文，知道吗？哦，保持形象很重要。你发嗲哎，我没有这个习惯，这个我剪掉。结婚27年，已经养成了我一颗钢铁般的心。你用不到记他的，你随便拍好了，不用剪掉。帅哥终于抵挡不住诱惑，要了一个蛋挞。哎呀，不能再吃龙虾的，点一份3-4人吃。你到3个人侪不吃的，看来我个战斗力再强吧啊！那个嘛才是白开水。我跟老刘的区别就是，我喝了酒以后不动声色，他喝了酒以后废话连篇。撑子，你们看我吃饭是不是食量很惊人啊？食量特别惊人，今天真的是见证了。这个胖子都是懒出来的，他不是吃出来的。其实那个人看他胖，他其实胃口也不大的啊，对吧？他食量惊人的。真的、啊，真的惊人！他在男同胞之前有所保留，在老阿姨面前他就彻底放开了。他在直播间里讲，他吃我吃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一只200，其实是30几块、20几块的团购券，一桌菜200-300。哎，你对人摆了一来，饲养鸡在擦手头啊！你不要踩他就可以。只让他放屁。再见啊！明天吃苏式面啊！再见！你到3个人追着，一个人剁他。哦，热是热得不得了，一红灯也没办法。上人喊我住了园区呢。海沙转去，维园人来等我，鸡蛋米，哈哈哈！哦，没喊。好，再会啊！昨日吃自助餐，今朝请3公美女吃苏式面，热天热死，你都已经辣门口里等我着。汽车里一出来，口水憋出来，上头看看没人，但下头来看，谁是个汽车？不晓得从路达走出来的。我们要到富裕楼去呀！你怎么无处不在？优米礼让公收人，别的优米吃不高，你哪会得欢喜收费啊？但愿如此。你收了罗达来，你收来的，随便点，不要客气啊！不吃白不吃，往贵的点啊！我们就3虾面，这个要拍进去呢，才有可信性。拍个米拿金不是我的风格，每人1碗3虾面，哈哈。原来我要拍了啦，20五。蛮好嘛，蛮好。就气质上来了。不来难讲个呀，3个人盯着我来拍，要死拍嘞！那个门实在，刚才我来踩下去吧，等它别死脱子了。那样吃面，侪吃白汤面。有的。这个往里面一倒。你好不那样讲，你就按照半本到3饭吃个样子做啊！你都叫人家加分吃过3花面的。我搿大概要冒2年的吧。应该第3间门子。吃啥鱼类没的？哦，那人家最开看汤吃的，比这我这会多起来了。别的菜汤，我们是靠底下的虾仁吃，都比我干净。